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器。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另外是今屆歡收看5月22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面對少子化嚴重，議員陳芳儀在總質詢以量價為例，表示平均一個月新生兒無到1個人。雖然中央明年要執行0到18歲生活補貼，希望提升生育率，降低長期意外。議員嘛建議市府善用現有現地的活動中心空間，加強公共托育，讓爸母假生慢免擱再找地開大錢生氣。少子化到底有偌嚴重？議員陳芳儀以量價為例，表示平均一個月新生兒無到1個人。雖然賴政府推出0到18歲每個月補助5000塊的成長津貼，不過年歲階段嘛需要搭配公共托育來減輕育兒負擔。所以議員進一步以後壁里老人文康活動中心2樓的空間，一檔才需要200為例，要求市府檢討現地的部分來增設公共托育，臨時閣愛找地開大錢生氣。拜託一下，把這地方通盤檢討一下，可以活化就活化。畢竟整棟大樓從老到少都有照顧到，這是最好的社福大樓，不只有老人文康啦。好不好？這部分我那甲議員咧做一個報告了。當然，防災備援收容我們有必要，但是
放伊遐平常時看會當做其他使用唄。那這部分我會請區公所再做個盤整啊，讓給你報讓給你報告安尼。對，議員您講的是很對的，這個其實就跟少子化的原因一樣，很多爸媽都講說。就我們就講說要給他，要給你公托，要給你公幼，啊，現在還沒有到0到18歲是明年開始的。但是我們以前碰到的爸媽，新手爸媽就問他說，你為什麼不想生呢？我們現在政府的福利比以前好多了。他講說生個孩子還要擔心，除了這些金錢的東西之外，還要擔心他的教育養育，然後擔心他的就學有沒有好。我們說就學現在已經，也就是大學那麼多，他說大學出去沒競爭力，就說爸媽的擔心永遠是是覺得說還不夠的。議員除了關心少子化的衝擊，嘛進一步以高雄內門成功經營樹林動物教育園區案例，推薦咱良家條件袂輸因，強烈要求市府興建類似的野生動物園區。會中市長嘛答應簽署規劃承諾，來串聯雙城旅遊，成為親子自然生態教室。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議員郭清華後一屆無閣再連任，你是接棒予查某囝來拼，所以這屆總質詢伊開一段時間來回顧，嘛感謝過去建設安南區有功勞的人士，強調建設是延續的，一定要有遠見。所以會長嘛提出300-400屆試測休閒營地，希望市長下任進前會當啟動可行性評估，搭配西濱快速道路等交通的建設。有機會來設立大江交流道試測休息站，積極向市府來建言。因為議員郭清華後一屆無閣再連任，你是接棒傳承，所以這屆總質詢特別用一段時間來回顧，以大江大道的開闢為例，感謝過去對協助安南區建設做好鄉親有利的歷屆市長甲立委，強調建設是延續的，一定要有遠見，所以伊嘛首次提出300-400屆試測遊客營地，希望市長黃偉哲佇下任進前會當啟動可行性評估，搭配西濱快速道路等交通建設，先拍下開發的基礎，避免只是政治操作。希望恁佇這個咱的試測加300-400屆的遊憩用地的時陣，恁看要安怎整體去做規劃？吼，台南市安南區需要什麼款公共建設？無的所在，囥佇遐有哈300-400公頃嘛，咱會當取得的公設足濟嘛，吼。臨港啊，遮的單元免啊去開闢，配合西濱快速道路，臨港啊會興建，吼。我相信市長，咱即馬啟動臨港啊，遮的物件若有形成，就是咱先啟動，靠後壁遮的成果。你有講的，這第一面積有夠大，對。第二公有地，包括國有地甲私有地佔多數，70%嘛，民間佔30%。所以雖然我是第一遍聽到啦，但聽你安尼描述吼，你安尼形容，我感覺講這是有誠大的空間。啊，我是毋是會當我來緊來把這個想法吼啊？想法有一個譜啊，然後開始啟動啟動了吼，開始來思考，講迄個所在會當用啥物款？當然，伊會使一部分是遊憩，一部分看要做產業發展用地，一部分做公共設施，一部分安怎樣啊來安尼國家會閣摕落一寡土地啊來做規劃。民進黨籍議員郭清華已經連任6屆，是台南自稱有政治實力的人物。後一屆將積極協助查某囝接棒傳承，希望延續伊對安南區的建設關心。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接下質詢的台南市民進黨議員沈政東，伊佇2屆議員過後嘛放棄連任，不過伊是愛去做兵，完成一黨的義務。22號總質詢，伊持續監督台南真濟公園遊戲場的建設，爭取一里一活動中心以及大小路面的修護，嘛借出感謝鄉親栽培。
議員陳振東佇總質詢一開始就關心路面修復、水利工程以及河尾路偏心倒挖工程將佇年底完工的時程。而面對親子休閒空間的需求，伊嘛針對台南濟濟公園遊戲場的建設甲設備更新，積極向市府請命。其中搭配刑務所的河藝公園，需要加速文資的審議，嘛成為焦點。刑務所的左手邊跟右手邊的中間這個河藝公園哦，那很感謝我們這個蔡小委員也非常關心這個議題，就是所以在這個文資審議的部分上，是不是能夠來協助幫忙，可以加速一下，讓我們未來河藝公園的這個設施設備能夠來加速，讓市長的政策能夠被落實。好，這個部分跟議做報告啊，這河藝公園剛好就是在那些塞卡迄個附近是。好，那原來過去我們都有一個意向，就是希望小西門城能夠回來。那不過小西門城現在在那個成大。沒有辦法一時之間就可以再搬回來，但是我們可以從文資審議的部分給予一些協助，用小西門的意向，還有結合特色公園這樣子的一個功能來幫忙地方。議員陳振東連任就提下選區的高票，被認為是民進黨內政黨的明日之星。不過，伊佇兩屆議員任期結束，將放棄連任，原因就是伊需要做兵完成一黨的義務，該由小弟來接棒。自完成兵役以後，到要重新回到政黨，目前也未思考，認為應該將眼前的代志做好。台南新聞阮籍張素維採訪報道。美術甲馬基台已經邁入第11檔的2026台南國家藝術季，今年對5月23拜六開始盛大展開，總共來自全台11個縣市40組的精英團隊入選，將輪番演出3個月。除了充分展現台灣國家文化跨年齡、跨世代生活美學，期間伫6月27也有一場薩克斯風的聯合音樂會。而且文化局為了鼓勵民眾參與並走訪心懷文化景點，也推出幾點對外限量好禮，而且全國民眾攏來台南。老人薩克斯風第一擺入選2026台南國家藝術季的社會團體，因對5月23這個拜六開始，將甲全台11個縣市40組優秀團隊連番演出3個月。主辦單位文化局為了替活動留得做勢，包括新化國小學生嘛佇新化演藝廳用熱情的舞蹈。邀請大家攏來感受藝術生活化的台南國家藝術季。了11個縣市的40個團隊來參與今年的台南市管樂藝術季。大家現場可以看到有小朋友，有我們的社會組，就知道我們管樂其實它分布的年齡層非常非常的多元，從國小、國中、高中到社會組，而且今年很特別，今年社會組的人特別的多。我想這一個10幾年的一個扎根，可以看到我們從孩子到畢業到進入社會工作，他們對於管樂的熱愛從來沒有間斷過。大家可以享受到這個現場的演奏，那是非常享受的事情。然後順便來新化這邊來逛逛老街，逛逛來促進新化的發展，然後讓大家知道台南的音樂的底蘊。這屆藝術季伫6月27嘛將安排4組團體來一場薩克斯風的聯合演奏會，號名《撒着大目光》，嘛借此呼應愛上心懷海音。文化局為了鼓勵民眾參與活動，並走訪心懷文化景點，也推出1點對外限量好禮，邀請全國民眾攏來台南。台南新聞阮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網絡詐騙的手法不斷換新，連政府機關的名稱甲官方專業嘛被人冒用。但是教育局最近就接到民眾反映，
有連署的專業用擔市政府教育局的名義來刊廣告推銷各種的課程，並且提供賴的連結，去民眾加入不明的小號，以數借出來詐騙個人資料。對此，教育局伫第一時間除了澄清向連署檢舉以外，同時嘛報案處理，呼籲大家唔通被騙。有民眾向台南市教育局反映，有面冊賣獎額竟然甲教育局的一模一樣，也毋過只有一篇文章，內容是115年的開課課程，也閣愛加來報名，懷疑是騙個人資料的詐騙手法。在網絡上以魚目混珠的方式，意圖推銷課程以及詐取民眾個資，經本局積極查證後，該假冒網站確實為詐騙行為。教育局證實，這個賣獎額確實是假，目前雖然無借到民眾的錢有防詐騙，也毋過若是不實資訊持續佇咧網絡傳播，恐驚造成民眾權益受損，因此向警方報案，並採取法律行動。假冒的網站已經下架，但仍有相關的資訊，以及在賴群有假冒的資訊在流竄，所以本局在此也呼籲民眾，如果有收到相關不實的訊息，能夠共同檢舉，遏止詐騙行為。本局也澄清，我們不會以任何的形式強迫推銷課程，或者是索取個人的個資。教育局提醒，詐騙集團常常會利用政府機關公部門名義，佇社群當中詐騙，呼籲民眾愛提高警覺，面對來路不明的課程推銷甲連結，上好的方法就是多多查證。民眾應該愛認明的官方賣獎額是教育法律迷，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台南新聞綜合報道。位於台北市大安區有一間餐酒館，最近推出限定美食櫃，要將美國中西部一系列的經典料理原汁原味搬來因的餐廳，嘛希望結合移民文化甲在地美食材，讓民眾免出國，嘛當感受到異國料理。明尼蘇達位在美國中西部，飲食長期受到移民文化影響，北歐與德國飲食習慣深植當地餐桌，像是將起司包入牛肉的熔岩起司牛肉堡，展現地方料理的創意變化，同時搭配瑞典肉丸、優格黃瓜沙拉以及薯球牛肉派，呈現中西部家庭社區共享的飲食樣貌。這道很特別，叫 Juicy Lucy。很多次的意思，那是因為他們是把说很大量的起司是直接做在那個漢堡肉裡面，所以其實在咬下去的時候會那個起司會整個流出來，就很 juicy 的感覺。所以其實它有特別的反正就是這個牛肉漢堡啊，在明尼蘇達州它有專有名詞，代表它的名字就是那個 Juicy Lucy。瑞典的那個肉醬肉丸，對啊，因為那一道就是瑞典他們非常特色的傳統菜。那當然在明尼蘇達州那裡啊，他們也是他們平常會吃的特別的料理，對。第二波菜色回歸在地風味，選用北美原生野米製作濃湯，口感滑順，帶有堅果香氣。明州湖區香酥魚排外酥內嫩，搭配簡易配料就是經典吃法。還有融合德國飲食背景的燉豬排與家常甜點檸檬方塊，展現日常飲食的在地滋味。他們原住民有一個很特別的食材，就是 wild rice 的野米哦，那個野外的野野米，那是他們傳統的那個原住民的農產品。就像我們台灣原住民是有紅藜麥，所以在明尼蘇達州當地也一樣有這樣的一個食材。那當然，因為他們就把這個食材，然後跟奶油濃湯，然後跟北歐就是他們會喝很多的奶油濃湯，然後做這樣的一個結合，變成是野米的奶油濃湯。餐酒館透過主題美食規劃，將美國各州特色帶進台灣，從移民歷史到在地食材，交織出多元飲食文化，也讓民眾從一頓飯開始認識一個地方，延伸對旅行與文化的想象。記者李慧台北報道。第八屆台灣陶藝金頭日前佇鶯歌舉行頒獎典禮，這嘛是比賽受疫情影響，10冬後再次舉辦，吸引300多件作品參賽。而最後得獎的40件作品會佇陶博館來演出，邀請大家做伙來見證陶藝美學。
睽違10年的第8屆台灣陶藝金陶獎日前在鶯歌陶瓷博物館舉行頒獎典禮暨開幕，比賽吸引超過300件作品參賽，總獎金高達334萬，最終選出40件得獎跟入圍作品。合成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表示，陶瓷需要用1200度窯火淬煉，這是一個有溫度跟情感的比賽，希望借此支持優秀創作者，也讓台灣陶藝在世界舞台持續的發光發熱。我們制作陶瓷味的東西嘛，那我們也是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啊，那也回饋給這個頒這個金陶獎，因為我們發現說藝術方面的各種畫畫啦，或是各種的藝術蠻多場合可以展現，但是陶藝這個東西這個作品比較少人去辦，那我們覺得說給這藝術家一個舞台，一個展出的秀出的機會啦。因為尤其是除了社會組，我們還有學生組，所以說在他們求學的時候就可以有這樣一個展現的舞台，讓他們有一個可以把他們的才藝展出的時間，那我們也提供獎金鼓勵這樣。台灣陶藝金陶獎分社會組跟學生組，比賽原本是3年1屆，後來因為疫情暫停，直到10年後的現在重新回歸，也讓許多陶藝創作者有了交流跟展現的舞台，還讓更多人看見台灣的陶藝之美。參加金陶獎很開心，因為可以認識不同的創作者。那對於我覺得對於創作者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鼓勵跟一個機會，那可以讓作品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讓大家看到這樣。其實可以參與這樣的盛事，其實蠻榮幸的。那金陶獎其實以前我們在看前輩們的資歷裡面有這一項，但在我學陶的時候是找不到這樣的競賽，所以10年之後我們可以參與這次第8屆的競賽，其實蠻有榮幸。那一個比賽它可以辦30年，它就是見證了台灣陶藝的發展。我那時候送件的時候去參觀他們的典藏中心，我看到很多資深的前輩，當時剛開始在創作的初期就參與這個競賽，那現在已經很多也是國際性的大師，所以我也期待我的獎項的參與我的作品的參與可以讓大家見證我未來的成長。評審團主任評審劉振洲從第1屆就擔任評審，見證了33年來台灣陶藝的演變跟發展。每一屆的作品都有相對應闡述的不同概念跟想法。他覺得金陶獎很有意義，對台灣陶藝有很大的影響。這個33年來總共有8屆的，所以每一屆我們都可以看到作者呢在他們的這一段這一段時間裡面，他所感受到這些事情，那所以反映了社會的一些現象，反映了創作者他的在創作上面的一些觀念的一些轉變，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那尤其這麼多年來那台灣陶藝呢其實透過金陶獎的這樣的一個比賽呢，反映出台灣在陶藝上面的一些變化，所以企業能夠主辦這樣的一個比賽呢，其實對台灣的陶藝助益非常的大，貢獻非常的大。第8屆台灣陶藝金陶獎從即日起到5月31號，在鶯歌陶瓷博物館展出40件得獎跟入圍作品，希望透過充滿生命力的作品跟觀眾對話，邀請大家一起來感受泥土跟火淬煉出的藝術力量。記者賴偉一新北報道。邁入第3檔的佳人半程馬拉松9月20日將再次登場。這擺路程沿着佳人港邊一路走，有山有水，也閣有港景。市府宣布開放報名到6月30號為止。會中市府嘛邀請有走馬拉松經驗的議員、藝人以及跆拳道的金牌選手來到宣傳，請大家攏來佳人參加路跑，欣賞美景。3、2、1 ，Action！ 邁入第3年的基隆半程馬拉松即將在9月20日登場。宣傳記者會上，邀請馬拉松經驗豐富的藝人小豬、黃沐妍、市議員陳怡、基隆市熱愛運動的師生到場，展現超強凝聚力。基隆第3次帶。那這回由市政府接下來自己帶，聽說在早上就有好多人打電話來問，什麼時候開始可以報名參加。宣傳記者會由副市長邱佩玲親自主持。今年賽事最大亮點，主辦單位將沿途為跑者拍攝影片，
完賽之後可以下載跑者專屬影片，還有配速列車長、親子變裝嘉年華。這個是第3年辦了，那每一年大家都非常喜歡，你從網絡上看都是正評，因為基隆很美，有山有海有港。那剛才我們的小朱，我們最棒的代言人也說了，他希望今年我們基隆人發揮最大的熱情，讓全國的民眾看到我們在沿路都可以刻補給他們所有的東西。那基隆有很多名產，那我相信我們基隆人可以做到。第二個是希望大家跑了一晚之後留宿在基隆，有山有海有風，真的是有一種自由奔放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產後很期待的一場馬拉松。對，會蠻期待參加這場馬拉松，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我希望所有市民都能來參加我們基隆市政府所辦的城市馬拉松，然後你只要踏出來一步，你就健康就成功了。希望說我們基隆規模越办越好。那基隆其實是一個很難得山與海的城市，只要10分鐘的路程哦。那也很期待大家因此能夠推動觀光，然後大家能夠留在基隆。第3年的賽事將在9月20日從國門廣場開跑，分為21K 半馬、9K 休閒組，參加者都可以獲得完賽毛巾和獎牌。那今年的第3屆呢，原則上我們的名額4000名，從今天就開始，15號今天開始受理報名，只有4000名的名額。那報名費等等都跟以往一樣，那路線也跟以往差不多。不過我們今年很特別，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的獎牌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不管是3K、9K、21K，獎牌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時間記錄，所以會有一個個人的專屬獎牌，以及個人的專屬影片。這是用我們的馬拉松來說基隆城市的一個故事。所以跑完以後，所有的相片還會幫您製作成一張你的電影、個人電影的一個影片，然後讓所有來參加基隆城市馬拉松的跑者都可以有一個很棒的回憶跟記錄。此外，顧及到選手的安全性，活動將全面優化賽道規劃、安全維護及活動體驗。希望讓參加的跑者來到基隆，留下獨一無二的路跑體驗。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感謝收看5月22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
讓慢放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重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